讲到女环路界，大家第一个印象可能都是火车站爆发的中，韩国漫画大师流行亲美故乡，没认真过商业化的路界本地的美食都太美哦。睇女环火车站后尾嘅铁路局手上，10多年前由九站头文化协会做下來，經營流行劇漫畫反面展覽館。2013年，協會嘅第二台5屆韓國一群後生嘅班，特別沙期機密，同漫畫館轉型做一張語文工廠，用沙期自家手工做嘅布卡板、原內食品，韓國法國式結合客家嘅餐點，成立為無共用嘅品牌。想喺大部分呢，想喺到韓國度後生嘅都轉去女環，也想喺改變大家對路界嘅印象。demo 一下，慢慢看哦，剛出爐的哦，先包現蒸的，再發送。女環火車頭前人來來去去，就算唔係了嘢，還係有一道人客。不過行業都幾困難，出題幾件呢，雖叫強化做嘅總嘅來賣嘅點咩，單都係愛睇來嘅談呢。還有人係賣衫褲也掉，頭擺嘢老嘅嘅文化，一出就迷咧。變商業化了呀，頭擺是點麼好少哦，慢慢咯，變成講上千的時間那是變咯，外來客外邊應該買的，所以你要採體的農應該是好唔曉得做生意嘛，所以經濟要變成上千，千多係外邊來買。應該是即個確實落嚟係女灣冇強用，梗係即個好淳樸，好簡單。可是你睇看到女灣咯，其實因為有當到嘅商業招牌，有當到嘅攤位，其實咯原本女灣凍醬嘅安樣嘅景色都炸脫咧，然後也冇辦法去啲因為彩地嘅特色係嘛解。為到為保留女灣嘅文化，女灣火車頭後面有一個舊嘅鐵路橋嘅上沙。10多年前係由彩地嘅九站頭文化協會來接，成立一間流行劇漫畫館。2013年，協會嘅第二台成員5屆，老記重新規劃整理過一間語文工廠。為做倆轉型係因為因為協會彩地嘅倆有上音，想係去幫在地嘅文化再做更多嘅嘗試，所以就回到了家鄉來走條路。該倆的品牌就是一個平台，一個場域，去承載 N6想要做一些文化嘅倆產業落實情。用老式嘅明星茶，地部順控查出講嘅用嘅，一張張講到嘅發布嘅韓國流行元素同有特色嘅卡板，都係網機靠嘅媽媽做出來嘅。頭擺文化協會超沙期嘅風人家成立茶風班，為輔導嘅阿豆在個創業。頭下嘛係做發布衫，到一下係做有特色嘅卡板，就係希望幫助阿豆媽媽經驗的過來行較好。說對幫助像這個木卡家裡的那個經濟的，可以補貼一點家裡的費用，然後又做對學到修養嘅。伊可以學習係你也會請老師來教我哋，我哋頭擺都係完全不會的，都學習嘅，有啲機會是都也會學習嘅。雅哈這個塊套，我覺得我們前面設計的也很紅。也太多，就是同髮的圖。那我們現在選的一些新的配色兩邊，像這種黃色的髮，還有一些配色上面說有一些素色和花的色交錯之後，就比較有一些年輕人很喜歡這樣子。一下卡邦基建發展出沙期品牌，由下卡到後生嘅設計師加入隊，按樣做出嚟嘅卡邦加動形式。我們其實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很多，包括他們在工藝上面就精進了非常多，所以我們覺得算是一種互相的培訓。例如說，媽媽可以把一些縫紉技術，還有一些設計上面的一些技巧給傳授給我們。那我們的話就是在設計，還有在一些設計上面的一些小技巧 ，make 就跟媽媽們做交流。剛好就是有倆後生兒轉來，讓我哋話做設計師來咗，我哋話是當歡喜。我想講，永遠設計，永遠是做，很幾多設計師，就是這為讓我哋話參詳講，我來咱們來陪到發布做得麼？我係第一台，又第二台，第三台是做設計師個網絡賣樣嘅啦，就你要睇人消費都來改變啦。
卡邦嘅设计师陈亚顺同创作五件都还忙30岁，也到表态到都市风秋叶嘅机会，转到新竹家乡来巧妙事业。其中五件，咪系此时听到阿爸阿妹向下来参加文化协会嘅活动，谈到看到嘅对家乡有同情嘅感情。后来伫台北变啊以后，其实我所会去到讲，有只后上人为什么一定要到台北去？到态度学习，当作进到一只条路，有可能你伫一家家乡地方是有一只稳定的工作嘛。而且我过去近10年来受到协会众多的培养跟栽培，我也希望可以把自己获得的两条专长回馈伫两只家乡地方。五件成立艺文工厂过后，陆续都有后生人加入来，除喺本地嘅文化馆同手工卡邦以外，而在女版头摆主要嘅大石炭嘅音乐，结合彩体嘅亚条故事，佢可以一卡用手工做元气嘅店面。那我们就是希望说，当初这些人他们是因为这个地方会繁荣起来，是因为煤矿。那我们就一样把这个敲打，然后敲击这个动作，把它转到我们在做到这个银饰的这个动作上面，转换成一种精工的美学。因为行业非常神奇些，佢就这个贴片佢都会送电路的时节啦，佢都会送银的制品，本佢就当重要的银，所以就是伫遐出发，包括高雄的内湾又开采的矿产。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过去的历史，然后一个古早的故事结合在一起，然后发展一家精工的品牌。家头和老创意并到纯店风、同潮州、用松树并入西式嘅三明治风，发展出新的滋味。绿茶本沙同糍粑嘅，用汉卡精致嘅摆盘，看起来蛮嘅上意思。就是客家的一些元素，然后它的摆盘很用那个法式的那种，就是呈现很好，那个很美的样子，这样子，吃起来蛮特别的感觉，然后也很惊艳，说提一白去的安那梅头，然后走在地。就是客家鸡酱结合重用然后走在呈现的三明治地位，然后因为它都会吃到好惊艳的样子。唔嘅除地经营艺文工厂以外，美食网来期盼沙期发通，未用准从来温血压嘅方式，爱行卡到后生意行业综合，佢希望自家就从喺一地合作用嘅，上个到行卡到做艺文工作嘅后生意来到呀。我嘅亚头有素材好发挥，未蹦出沙期文化、韩国老街，发展出新嘅风貌。